家好，这是点了。我今天呢想七星问的部分，因为莲花生大师呢，他是我们在藏地，每个人经常就从早上到晚上，几乎都会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或者莲花生大师一些不同的七星文，有唱的，也有断的，这些东西你们也知道。那这个莲花生当时这个的新闻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是连氏七句七星文。连氏七句七星文为什么叫连氏七句七星文呢？因为它有7个句子啊，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红，它的寄颂啊是一个宋词，但是呢，红我今有记那相唱，比如说这个就是第一个，然后这样的7个就是叫七句七星文。那经常我相信大家都会念，如果不会念的话，比如说红我今有记的相唱，爸妈给是农部了，养子出谷这么白马中的西是扎，或者看着蒙部过前几季是当这么记，先记了些像是顺过来爸妈是红，就是这样的。那今天我要讲的其实不是连氏七句七星文，而是连氏七篇七星文或者七章七星文。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章节的章或这个一篇两篇这样的篇啊，所以就是这2种翻译的。那为什么有2种翻译呢？实际上它的藏文的名字叫做连氏的这个刘敦玛苏伦丁，苏伦丁就是祈祷的意思，祈请的意思。六就是章节啊，然后呢就是论就是7个，所以它总共有7个章节啊，所以这个7个章节，那整个完整的叫做六敦嘛，六敦啊，所以这个六敦嘛呢，整个的在这个藏传佛教，尤其在宁玛的伏藏教法当中，最重要的莲花生大师的七星文。所以这个七星文呢，其实我个人呢也从小跟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七星文有特别的一个缘分。这个缘分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学佛法的时候，不是学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正规的学校里面学的，也没有真正的一个法本或者课本，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些从亲朋好友啊，从一些其他的这些认识的喇嘛，他们给我什么法本或仪轨，然后我用这个来做这个我这个藏文的一个学习的这个课本啊。所以当时呢，就是我的一个叔叔啊，送我一个完整的这个连氏七品七经文，然后我的妈妈也因此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的妈妈的观念里面，有一个就是想法是，这个要当喇嘛的，要做一个修行人的话，一定要念连氏七品七经文。但是我的妈妈呢，也不识字，自己也不会念。但是妈妈这个七品七经文当中的最后一品，就是这个烈士这个如愿这个七经的最后的这个一品，单独经常大家都会念的，所以我的妈妈也会念。完整版的我的妈妈自己呢不会念，但是妈妈呢，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法本，所以呢，就是妈妈要求我先要学这个连氏七品七经文，也就是刘东嘛，就是他的藏文的名字就是刘东嘛，或者刘东，这个名字也蛮特别的。所以这个刘东嘛呢，我就是这样学习的。后来我自己就是开始有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自己怎么去正规的，就是求法或者文思学，关于这个方面有自己的一点的想法的时候，我是就是第一个事情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个叫做口传。嗯，这个口传我是想从这个一个上师那边能得到了这个口传的话呢，我觉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我是17岁，还没有真正的进去我们那个佛学院学这个正规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经纶呐、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们修什么法，他应该要获得这个观点或者口传，就是传承呐、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我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喇嘛，我们两个都很年幼，而且我们两个又没有钱供养大上师，但是我们那边部落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人，修行非常好的一个写制，
他呢就是也不是出家的身份，但是他是这个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上师，是一个御前师。然后呢，我们两个呢，当时我们两个应该至少会有一条哈达和可能会几块钱，来作为这个请法的一个mand达，公mand达的，然后一起请法，然后请的就是莲师七品七经文的口传。那位上师叫阿底，那么阿底，他也非常慈悲的，然后就给我们传授了，就是这个莲师七品七经文的口传。因为那个呢，我妈妈要求的，我经常日常的这个公修当中一定要念诵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我就得到这个珍贵的口传，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有了很完整的一个口传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也就是更加努力的，经常在念莲师七品七经文。那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碌的时候呢，不一定从头到尾念得很完整，但是我就是从中间哪一品，从哪里有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当然都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我自己就是想到哪里，因为后来呢就是已经背熟了，所以就是也不用看法本了，所以呢我也就会就是想到哪里就是能念哪里，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我个人呢这一生当中这个珍贵的自己主动求法的第一个求道的法，也是练习七品七文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也许这个我不是说我和有缘分的特别的法，对你们来讲的话，那当然不一定是很殊胜，你们不一定认为是很殊胜，因为这是个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讲的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实际上呢，整个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宁玛和那些对莲师的教法有特殊缘分的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都是其实实际上是一样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大宝佛藏里面，也有专门的这个莲师的这个七品七经文的一个这个广大的一个观点的体系啊。所以呢，我呢就是后来也想，我们如果在外面，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阴阳人，尤其是华人里面，我发现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对莲花生大师有信心的这些藏传佛教的信徒当中，也真正的在自己的这个课诵本里面有莲师七品七经文和在念莲师七品七经文，或者他们想得到这个教法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而且反而相反的，就是在洋人这个学藏传佛教的人当中，还相对呢比较多一点。比如说2年前呢，在这个悉尼的这个真觉这个本觉会啊，就是他们也专门就是当时这个邀请我去讲这个5天的时间呢，以闭关的方式，他们那个时候有全球的应该有这个100个人在线上一起参加，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希望由我来讲这个莲师七品七经文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所以呢，这个在西方，而且在罗萨瓦 House 这样的一个网站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藏文和英文对照版的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连是这个七品七经文的英文版的翻译啊，这个我们也应该要知道的啊。那后来我自己想，在海外的华人也好，洋人也好，真正的在办这个连氏七品七经文的法会来，就是专门持诵这个连氏七品这样的一个法会是非常少见，几乎我是没有看过的。所以我个人呢，就是有几年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今年的这个葬礼的这个罗萨第一天呢，我就是写一封信给这个宗萨仁波切，因为这也有一些各种的这个缘分。其中一个呢，因为我当时就是已经完成了这个老子道德经的藏文的翻译，这个初稿呢，就是过年这个葬礼新年的第一天，我就是这个交给这个仁波切，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同时我说，因为当时仁波切有跟我说过了。就是如果你再能翻译成一本书，这个完成之后，我也可以再来一次悉尼。仁波切当时是确实有点点开玩笑的方式说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缘起，我就是借这个缘起，然后就开始请法。那个请法的时候，我写给仁波切的这个信里面，藏文的这个写信里面，我就非常清楚的说，我希望仁波切如果下次再来悉尼，或者就有意愿的话，我希望我们来邀请仁波切正式的这个给我们
一个多一点的时间来。然后第一个呢，当然我们办一个莲社书生的一个教法的法会，肯定要观点的。所以就是因为在悉尼和台湾和印度不一样，悉尼的很多刚刚学佛的对学有反观，有一定的这个。有兴趣的，但是他们不一定能有这个观点的，所以呢，当然这个我们七道莲师、七信莲师是没有很严格的观点的要求，但是呢，还是这个完整的这个修法来讲的话呢，参与的人至少基本上要有一个观点的基础嘛。所以呢，我亲仁波切，你要做一个这个莲师七品七信文的观点，或者至少就是一个莲师的观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想，就是如果仁波切能做的话呢，我希望如果仁波切假设那个时候安排，因为每次仁波切来悉尼，我们练十声琴或这个琴法的时候，这个时间非常有限的。那我呢就是专门说，现在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琴法团，有琴法西塔度也好，其他人有没有邀请仁波切今年要来，所以呢我就第一时间。就是这样的启发，而且我说呢，就是如果能够多一点的时间的话呢，有人目前主法，我想办一个这个练习七品七文的一个法会。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我实际上也知道仁波切非常重视这个练习七品七星丸，所以我就是这样启发。仁波切当时呢，就是也就我们就是到时候看时间，一有这个来这个澳洲的这样的一个仁波切的一个行程的具体的话，仁波切说第一时间会让我们知道。那后来确实是有这样的，就是也其实大家知道了，这次这个悉尼也有很多的一个行程的安排，但是其中呢，仁波切专门这个当中的三根本合修的连时的，作为了这个我们会论这个安排的这个请法的内容，这个也是仁波切是这个方面就是有特别仔细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细心的、非常慈悲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内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也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后来我也想，如果仁波切给我们的这个时间是中间的一个时间的话，那后面有仁波切可能有悉达多安排的别的一些事情行程，那这个中间我们要办一个法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和仁波切的这个法会这个其他的行程如果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根本不可能这样安排，这样是不如法的。上师在那边传法，我们在那边还在自己。当然，我们如果办的话，也可能人也没有人要来了。但是呢，就是就算有人来，自己的一些人在，但是也就是这个不能成为了这个变成这个大家想参加仁波切的这样书生教法的一个障碍，除非仁波切有特别的一些开许啊。所以呢，我也没办法具体安排，因为仁波切没有答应说这个全程由仁波切来主法，仁波切已经给我们一天的时间，是已经是非常阿弥陀佛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后来呢，我发现仁波切这次的给我们汇论的时间呢，刚好是11月14号，也就是星期五，也就是整个的新西兰和悉尼的行程的重点站，就是最后一天。而且刚好在后面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悉尼仁波切没有任何的行程，再加上呢，就是也是刚好是周末，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就是鼓起勇气跟仁波切说，那我这样的话呢，我想办这个联社的这个七品七星的西法，你们能不能当场就是这个前一天这个观点的当场，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口传？那个时候的口传的我请法的时候，仁波切再给我的这个答案是。让我更加的这个内容和发挥有信心。为什么呢？仁波切说：“哦，没有问题呀、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念这个我的日常的这个每天的功课里面就有练习七品七经文，所以其实仁波切他是有这个立灭的，他有接着的不同的传承，还有宁玛的、萨迦的、盖举的，有很多东西有。那个里面那么长的练习七品七经文，成为了仁波切每天要念的这个内容，那等于是仁波切的这个所有这个功课当中，其实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总是讲完亲自仁波切的一个追随者或学生，我们也知道上师的真正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修法到底是哪一些？我觉得自己就算没有这个能力，每天在念，至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上师的这个秘密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一听到就是仁波切不但是打印，还是说附加说，这是我每天在念，所以这个很容易，很快我就可以给你们这个口传。这个话中，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上师的一个暗示，说哦，这个就是其实是非常特别很重要，我们应该要受更加的重视的意思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是确定要办了，但是办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诸法上师方面的，虽然仁波切不能亲自主法，但是第一天呢，仁波切除了
联社的观点口传，还有后来我这次去尼泊尔这个台湾，我就是专门见到仁波切的时候，这个我跟仁波切说，我们能不能整个的这个下午观点结阵呢？大家一起能不能，也就是在一起就是研修一遍练习七品七经文，这是成为了我们的法会是由仁波切亲自祝福，就是一个诸法一个开始的一个缘起。仁波切说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德。再加上还说啊，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咪咪喇嘛是，如果你们对金泽仁波切和他的特别的传承有一定的概念的人都知道的，他是仁波切的，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叫祝福啊，反正就是仁波切的，应该是说妈妈的，呃，爸爸还是爷爷啊，这个我就说不太清楚。所以应该是他是我们藏文的说法，就是仁波切的爷爷吧啊，这个就是弥布，OK，藏文叫弥布。那个弥博士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些是一个成就者啊，成就者。然后他也是当时登珠法王啊、丁国金智法王啊、萨迦法王他们这个离开西藏70年前来不丹的时候，主要是由他来接待的啊，所以他在不丹呢非常德高望重的这样的一个大盛世。然后他也是东山仁波切的上师之一，那从小，所以呢，他的转世就是这个直接单词仁波切，那他的这个其实是修行、修养啊，这个学术、学问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好，而且悉达多的现在除了仁波切，其实仁波切有特别支持的，怎么说呢，在悉达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上师，还有不丹的宗萨寺的方丈就是主持人。所以呢，他也刚好那个时候和莲位喇嘛一起来悉尼，要协助仁波切的前面的这个法会，其他的这个行程。然后我跟仁波切那位年轻的仁波切，我们也是以前在宗萨佛学院的同学，当然都是仁波切的弟子。然后我特别跟仁波切说，周吉当的仁波切说，您能不能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帮我们做一个主要的这个诸法上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宗萨仁波切开始的，然后由他来做诸法上师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更好。当然，我们有包括我们自己，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在场的一些喇嘛都会在，但是呢，主要是由他呢，就是真正的能替代这个宗萨仁波切来这个方面的这个。但是他来说，我这次来的主要是因为仁波切的安排，所以必须有任何的行程的细节的安排要等仁波切的指示，仁波切的安排，所以他没办法自己来安排任何的行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也等待仁波切那边的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仁波切需要协助的一些帮忙的这个行程。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这次就是2个星期前，也就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是，我就是当面也跟仁波切说，我希望有这些单程仁波切来做我们这次的莱沃多玛的第2天和3天，由他来就是也帮忙。所以你能不能，如果当天如果没有仁波切那边要其他帮忙的话呢，就是要确定，但是仁波切这些当程仁波切不敢答应，因为担心是仁波切有其他的安排。那您到底有没有安排？没有的话呢，我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如果有的话，当然就是有的嘛啊。所以那个时候仁波切直接这个拿他的手机，然后用 WhatsApp，然后就是对着我，然后说哦，你就是要去帮忙他。然后就是我这2天呢，就是没有特别需要你来，就是别的什么这个事情要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仁波切非常明确的这个直接用录制的方式，然后再转给他。所以这个的话呢，他也就是说哦，那仁波切就是怎么安排就安排。这是一整个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也要就是要讲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这次的一个书生的开始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完全由这个我们正规的我们的上市宗萨仁波切的一个参与和这种一个开启和一个价值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就是尤其是对这次新西兰和悉尼来要参加仁波切的法会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个法会，也非常好的一个缘起。因为我跟仁波切说，我希望这个法作为仁波切最后的我们的一个法供养啊，这是一个法供养，也就是仁波切长久住世的一个法供养。所以呢，我们供养里面有各种各样财供养啊、身体供养啊。当然，我们为这个法会做任何的自己的一些身体力行的一些能力范围做什么，都是一个身口意的一个供养。但是最究竟的供养就是法供养。那一起来修成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书生的七行文，那就是我们真正做的这个法供养。OK，那现在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重点是就是练习七品七行文。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七行文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在这里要稍微的说一下，因为这个呢当中呢。
这个连氏七品齐秦文呢，它是这样的，有一次呢，就是嗯，莲花生大师在散佚的时候呢，他的最主要的几个弟子和莲师有单独的一个密会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是参与的有就是应该说是7个人吧啊。但是我现在是用大概来讲，我希望如果真正有兴趣的大家呢，要进一步的要有自己的了解，因为这个七品七经文每一个篇章的前面有一个缘起，后面有一些这个方面的相关的他们的对话的内容也在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普贤上师演教里面，包括仁波切用的有一些莲花生大师的教父这样讲啊，曾经怎么样，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金刚禅呢，就是这个过去、未来、现在非常这个难得的这个出现的有各种一些案例和莲师教化的时候，很多次。在普贤上师研教里面用的，其实莲是七品七经文里面的那个平常的几种中间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说明，那个说明呢，其实是当时那个七经文是莲花生大师亲口这样的一个传的，或者这个亲口这个这样的练习这个传的这个教法，但是这个教法的缘起和相关的场景和这个原因和这方面延伸出来的这现场的几个人他们的对话的记录的，就是出现在这个中间，而且刚好英文版、中文版都有。翻译的非常完整的，中间的对话都有翻译。我小时候我就是念这个《莲师七品千经文》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看这个中间的这些对话的部分，那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里面就是有非常完整的讲到了究竟莲师七品千经文是什么啊？这个作为一个莲师的追寻者，一定要知道的。OK，那今天我要讲的这当中的几个人物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赤松跌真。赤松跌真呢，其实跟江文亲自王博有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缘分和殊胜的缘分，也就是宗萨仁波切，第一是宗萨仁波切，江文亲自王博，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传，他自己就是赤松跌真的一个化身。OK，而且这是在悉尼11月份要传的这个法里面，也有赤松跌真的上师瑜伽啊，那个也是这个江文亲自王博的复长的一部分。OK，这些都是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细节我们如果讲的话呢，当然就变很长了，所以我就不讲了啊。那就是这个当中，其中一个是赤松跌真国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系作家父母，就是莲花生大师的父母，一系作家父母这是第二个人物。第三个就是一个叫南归宁波。南归宁波的传世，现在在不丹也有南归宁波的默契嘛，就是他的就是最一开始就是那个南归宁波，就是一个比丘南归宁波，这个南归宁波就是叫做虚空藏，所以这个虚空藏南归宁波的就是这个南归宁波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南能多吉等种金刚这个项目什么，就是南能多吉等种，多吉等种呢。你们也许知道，他是这个法王如意宝，当时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一章传法的时候呢，就是有25大弟子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叫做南能多吉等种，那他就是也就是我们法王如意宝，所以法王如意宝的一些道格里面也特别有讲到。曾经呢，法王如意宝当时去到这个三义社的第二层里面的时候呢，他突然想起了当时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和他还有就是一些卓吉佛母，他们一起在那边，就是这个从这个莲师那边这个在莲花生大师的座下，就是听法的这个场景，整个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他就是非常清楚的，就这个在这个记忆里就出现的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在这个华文如意报的专辑当中都有的而且法王如意报亲口讲述这个故事，我自己当时也已经在现场都听过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这种跌真，一心做就是父母南归宁波给龙比丘南归宁波比丘，另外一个就是南是他们的姓就是家族的名字，南能都是等级，还有一个叫拉西木赤赞波这个拉西木赤赞波呢，就是这个赤松跌真的一个王子，一个赤松跌真国王的王子的，所以呢，这个我是不是已经讲到了这个完整的他们名字？反正呢，后来呢，他就是最主要是这个他的这个木赤赞波也就是在最后面的
所以这个有一个叫工汤家伯，也就是这个至尊德政的国王的这个王子嘛，所以呢，他后来呢，他自己呢，这个法呢，就是由他来扶掌了。因为莲花生大师最后就是传这个最后面的一部分的诗传完之后，他已经离开西藏了，前往那个同世界向善，就是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就是扶藏了啊。所以这个扶藏后来呢，有一个叫做人之江定。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藏传，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教法的传承，最主要有这个东西南北。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叫别法的扶藏啊，这个别法扶藏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别法扶藏的这个扶藏大师叫做仁增持名国际点之间国定间。所以呢，这个成名国定间的现在的这个教法的直接的这个传承呢，也其实也是在这个西藏的这个宁玛的六大这个主田的其中一个叫做多吉扎，就是金刚岩式的金刚岩。那个金刚岩在这个拉萨那边，也就是宁玛的非常重要的主田。那个主田的就是其中一个，它的这个在那个里面的就是最根本的当时的这个传承，也就是这个服藏就是来自于江德啊，江德就是别法服藏，也就是它叫知名国际领出见啊。这个部分我就觉得不多讲了啊。然后呢，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章节的内容，第二个章节的内容，第三个章节的内容，第24个章节、5个章节全部都是这个每个内容呢，就是和它的功德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啊？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呢，也到时候也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也希望用更仔细的再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部分，而且呢，这里面也有特别的一个念诵方式，比如说这7品当中的其中一个第一品是莲花生大师传给持宗的这种国王的，那他呢就是应该是就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如果念这个的话，就特别特别殊胜，而且一个是莲花生大师传给他的父母，就是一起出劲儿。那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早上凌晨的，也就是5点左右的时候，6点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比丘南归这个虚空藏南归宁波传给他的这个法，这个屏障呢，也就是要这个天亮了之后就再念啊，或者这个还有一个拉提南能多吉登中。啊，多吉登中就是《法王日报》的这个前身，他的话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念，那个晚上呢就是整个晚上是的这个晚夜啊，比如说3更半夜都可以念。还有这个王子，那个穆提赞布就是王子，那个时候是王，后来是国王嘛，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所以他呢就是也要这个，他就是这个晚夜了啊。但是南东多吉登九的是比较那个。差不多就是7点钟左右的那样的一个是挺黑的那个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后面的那个一篇呢，也就是要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午休的时候等等，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像这个是小时候我们呢寺院里面也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节庆。一个大法会，那个大法会主要是喇嘛桑律，就是上师这个密集，反正上师瑜伽的一个连世八宾的这个特别的一个教法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法会，那个法会呢，也就是有跳金刚舞啊等等的，这是一年最重要的这个连世的这个修法。那个修法呢，就是整个的内容其实也是从早上到晚上都是念的，而且这个当中呢，就是早上那个时辰，晚上中午的，就是每一个按照这个时间，那个中间会就是有分开来连续7品七千万念的。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都很记得，他现在也是。就是这个传承一直在，而且第50代喇嘛尊者他是特别重视这个北法扶藏的这个法门，而且这个北法扶藏是莲花生大师当时的发愿，是对整个的学语西藏的这个未来都有很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特殊的缘分的关系。所以呢，当时在西藏藏地的各个的以官方的名义还特别弘扬这个烈士七品七星文，还有这个北法扶藏。所以在布达拉宫里面啊，这个专门这个一个叫做这个尊胜寺嘛，这个布达拉宫里面的这个尊胜寺的阴影当中最重要修的，虽然是布达拉宫啊那边看起来就像一个格鲁帕的一个或者整个的，但是真正的他们在里面修的法呢，就是别法扶藏的炼石的法啊，最主要也就是在修这个辽敦马的。所以这个其实是辽敦马相关的很多，它完全是
就是不只是宁玛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法，而且已经成为了整个血域西藏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这个上上下下都非常受重视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法。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呢，对这个莲师的教法要兴盛啊，然后我们能够要这个为金刚乘要弘法利生的事业要圆满的话呢，我们也要多一点修这个莲师七品七经文，这个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如果今天讲的话，肯定再有一个个别的内容相关的，这个里面也包含了这个如来密意传承、持名表示传承，还有菩提伽罗口耳相传的三传承，还有莲花生大师的圣意事业功德的七行文，还有莲花生大师的整个的一生的他的这个莲社大病的这个七行文，还有呢整个的这个三界千佛和这个释迦牟尼佛等等的整个的这个先密教法的这个完整的一个七行文，还有的就是尤其是特别这个无上弥须的马哈阿努阿杜尤嘎的这个也特别的传承的七行文，所以这个整个都是一个七行文，而且这个里面七行文里面其实包含了所有先密，还有八大如嘎，就是等等的这个等等，所以呢，这个内容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殊胜的。还有这次的我们这个莲师的这个七品七经文的它有专门的一个观修的仪轨啊，仪轨的意思就是说你念七经文的时候，它在一个仪轨的框架里面，也就是说一个皈依发心观想莲师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仪轨，后面也有很多戒行的，就是莲师的这个融入观想然后就是回想等等，那这个部分也是刚好是嘉文钦州黄部撰写的，所以呢，也是这次呢，总是嘉文钦州仁波切第30级仁波切他敦秋吉讲座要传授这样的一个法给我们，而且这个整个的内容、教法的由来、传承，包括他的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选到，现在最普遍用的就是这个连七品七经文的仪轨呢，就是江钦州黄波当时撰写的，所以我在罗扎尔 house 里面一看的时候，也就是或者这个中文版，我最近看到几个中文版，都里面的这个仪轨就是那个江钦州黄波的那个，所以无论是现在我们英文版、中文版、就是唯一能找到的这个最普遍的就是大家用的就是江湾经济王国的，所以这些就是整个的都是很圆满的一个缘起。最主要也不是为了只是推广这次的一个法会这个法会这次的法会的我们的一些场地的容纳一些个别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呢，我不是在担心没有人参加我们这个法会，但是我担心的是大家对这个法的这么殊胜珍贵的法的缘起和内容没有足够的一个认知是比较可惜的。再加上呢，我们本身应该要多一些了解烈士七品七经文，所以我就今天呢，在菩提迦叶正觉他的旁边呢，这个3更半夜跟大家就是也分享一下这个内容。阿弥陀佛，扎西德勒。